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0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诈骗。这个大家也知道啊，诈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犯罪，主要是指这个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受害人陷入错误的认知，从而骗取公司财物的情形。关于诈骗，咱们也见过多了，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介绍。但是你能想到有人敢诈骗公安局吗？而且还诈骗了4000万。谁敢诈骗公安局？谁敢这个老虎嘴里拔牙呀？这叫太岁头上动土。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偏要摸一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把诈骗对象锁定公安部门。所以我们这一期讲的就是个离奇的诈骗故事，叫谁诈骗了南京公安4000万财政资金？南京公安局成了一起合同诈骗案的被害人。这个事还要从2022年3月份说起江苏省纪委监委他通报的一条南京市道路监控网即公安3.2320项目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经江苏公安厅2022年3月23日交办至常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相关材料显示南京市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在与南京市公安局签订履行南京320工程技术服务外包合同过程中，存在虚列电费的嫌疑，涉及金额巨大，涉嫌合同诈骗犯罪。323专案组调查后又发现有南京市公安局警察涉嫌职务犯罪线索，南京市纪委监委即指定南京市区委监委介入调查。那这里要介绍一下什么叫320工程。这个320工程就是指机动车在城市行驶3公里，在公路行驶20公里，至少被抓拍一次。2010年前后江苏省全省道路监控网320工程被江苏省公安厅确定为公安信息化重点建设任务，要求各市用2年时间完成全省道路监控系统联网建设。这个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开车你到城里面转一圈3公里以内，肯定你得被拍一次，要存档。你在公路上开20公里，你就必须要被拍一次。那江苏多个市县媒体报道，这期间江苏省南京市先后印发相关文件，要求利用320工程建设为警情研判、布控拦截、交通指挥、图像抓取、轨迹刻画、勤务管理、侦查破案、巡逻防范、防恐处突等各项公安工作提供服务保障。大家就知道这个320工程是什么意思了2010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成立南京320工程建设领导小组，10任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任组长，5名副局长任副组长。小组办公室简称叫320工程小组办，设在指挥中心。后来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警官丁瑞所在的指挥中心关卡科负责日常工作。据南京市政府网站，彼时南京市政府正筹划全市智能交通项目建设，提出智慧南京2卡1中心，即市民卡、车辆卡数据汇集到全市数据中心。2010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市智能交通项目建设意见，也就是237号文件，要求南京市信息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南京信投牵头与相关企业组建专门的建设运营公司，负责项目建设、运行维护和资源整合开发利用。1周后，12月8号，南京城市智能交通有限公司成立，后于2015年11月进行股份制改制，更名为南京城市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信投持有南京智通35%股份。那么这个南京市政府的237号文中所指相关企业，实际上指的就是南京三宝科技有限公司，叫三宝集团吧。三宝集团成立于1993年是南京市民营企业，旗下子公司三宝科技于2004年6月在香港交易所创业板上市，2010年12月转至港交所主板。时任三宝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沙敏以及前任南京智通董事长朱祥向调查人员介绍，三宝集团通过其员工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一家体外公司认缴南京智通65%的注册资本。2011年
10月，上述体外公司将所持南京智通股份转让给三宝科技传资子公司南京物联网研究院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政府公文显示在江苏省公安厅对南京320工程建设方案原则同意后，2011年4月，南京市公安局测算自建经费约2.08亿元，并向市政府请示。市财政局会同发改委研究后提出，将南京320工程纳入全市智能交通项目及两卡一中心建设整体规划，对吧？也就是把那个公安局的这个320的这个项目纳入到南京市整体的这种智能交通这个大的项目里面去，修改完善自建自管模式的建设方案，按照资源共享、市场运作原则，另行提出一套建设方案及外包服务，这个由南京市政府统筹研究。1个月后南京市公安局报告2种模式的经费测算，自建模式需要3.28亿元，而企业投资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的服务外包模式需要1.95亿元，建议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建设南京320工程。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这个公安局给政府打了个报告，如果有政府投资，那要花3.28亿；别人投资呢，政府来买这个服务，那只要花1.95亿，那肯定是买服务合适啊。根据时任三宝科技副总裁常勇及朱翔和南京市公安局对接警官丁瑞等涉案人员供述，由于省厅对全省320工程工期要求紧迫，而南京320工程合同的签订还需等待预算审计、市政府报批等手续，南京市公安局要求南京智通先行建设，并由市局领导与南京智通签订南京320工程建设委托协议书，约定具体服务外包经费、支付形式等待后期双方签订合同予以明确。最后他这个项目的预算最终审定价款是1.29亿元。相关政府公文显示2012年6月，时任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常务副市长沈健等相关领导圈阅同意采用服务外包方式建设南京320工程以及资金安排方案。由于项目已经先期开工建设，为使开工时间显得合理，还将合同倒签为2011年4月。之后南京智通将南京320工程建设部分发包合同给三宝科技全资子公司，叫江苏智运科技。身为三宝科技副总裁的常勇，实际上就是江苏智运科技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江苏智运再将工程包给南京城市交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叫南京城交。你看看一手转一手，还转给这个南京东南苏鹏防雷工程有限公司。多名涉案的南京智通高管供述，南京城交开工后不久，与南京智通产生矛盾，退出了南京320工程。之后经丁瑞介绍南京维环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承包了南京320工程的土建、管道、取电、取网、干扰件等基础设施。南京维环实控人王进介绍他的另一家公司曾和南京市公安局合作过一些工程建设项目，由此结识了丁瑞。工程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南京320工程分2期，共建设518个基站。1期工程于2012年5月通过验收，2期工程2013年8月通过验收。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就是只是说到这个320工程的建设，那后面就是运营维护。第1年的运营维护，第一个5年的运营维护这个按照这个服务外包合同2012年到2015年，每年财政资金到位后南京市财政局通知南京市公安局向其请款，也就是打申请就是请款，然后这个入支付上一年度南京320工程服务费，服务费是后付对吧？也1年结束了，然后等到财政资金一到位，公安局就向财政局去申请这个付这个外包服务费。2012年到2016年4月，南京市公安局向南京智通支付服务费共计1.22亿元，剩余部分需等待南京市财政局审计第一个5年预算使用情况后支付费用至政府审定价款。那南京市财政局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南京320工程第一个5年预
预算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就大家想象一下啊，就这个钱付出去了，居然还有这个预算使用情况的审计，还有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啊，那按理来说应该是万无一失啊，对吧？那怎么还会这个有诈骗公安局的呢？结果这个审计师啊，在审计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猫腻，叫这个苗头。据张良俊、周维斌、吴磊等人所述，在整理审计材料时，发现实际产生电费较少。做预算时，南京智通以每座基站每天24度电，每度电0.5元的标准，计算出518座基站每年电费226.88万元，就一年就是200多万啊电费。别看这些这个摄像头，对不对？那它要接电的，518个基站一年的啊电费226万。然后这个天业咨询呢，预算审计核减，就是说一年花不了这么多啊，一年的电费按200万算。那5年就是1000万，对吧？这个也没毛病啊，这运营维护费用一年1000万电费。然而呀，由于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啊，多数基站实际施工时将电源接入了红绿灯电源，剩下部分呢接入民用电的小部分基站。南京智通以固定金额包干给了负责运营维护的南京维环，后者同相关电源接入单位进行结算。2011年到2013年建设期内，因单线运行的基站不完全，南京智通支付包干电费53万元。2014年、2015年则是每年40万元。第一个5年审计周期，南京智通总计电费实际支出133万元。但是你要知道啊，预算审计的，就是当时做预算的时候给的是5年，对吧？是1000万。但是啊，这个南京智通实际上5年它只支付电费133万，这中间就差了一个800多万。聪明人就发现了啊这个漏洞，如果找800万的这个票来，实际上就可以从政府啊领出这800多万来，因为预算已经做出来了，你这样不超过预算，对吧？就是按这个给你支付啊。对于这800多万比预算少支出的费用，南京智通的诸位高管们啊，这个想法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了，决定占为己有。这个张良俊、周维斌、吴磊回忆，在南京智通一次会议中，财务负责人吴磊提出可以使用工程类合同来冲抵电费差额。张良俊称其与周维斌、吴磊向常勇和朱祥汇报，获得2人同意。吴磊与当时还是工程负责人的周维斌随即安排下属找出了20余份工程类合同进行填补，就这个电费的预算被他们挪成，对吧？这个其他工程类合同来冲抵，确保总的金额没变就行，对吧？下面恐怕这个电费少了，但是其他的费用多了，他总之找个理由出来。同时，南京智通还制作了3份南京320工程电费支付合作事宜备忘书，分别与江苏智运和南京维环签订。备忘书称，预计518座基站全年电费226.8万元，因乙方非电力部门无法提供电力发票，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通过工程类项目对所涉及电费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南京智通啊，他负责从政府那儿结算，对吧？然后他结算这个钱之后，他还给下面的这个，他又分包给这个江苏智运和南京维环。他给他们结算的时候呢，他的理由是，我给你2家钱，你们也开不了这个电费的发票，你们对吧？又不是电力部门，我给你付这个钱，你开不了发票，所以我们通过协议把这个钱变成工程类项目，实际上支付的是电费。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叫南京智通啊，它的这个票据啊就没问题了。南京维环现场施工负责人吴亚林在接受调查时，核对了涉及南京维环的23份合同，表示其中仅有3份是真实电费支出，其余是当时其他工程损坏了320工程的设备，需要南京维环重建，而这些重建费用实际已由造成损坏的单位支付。中兴华事务所没有立即认可备忘书和工程类合同冲抵的做法，也就是说，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发现了一些猫腻一些不正常的地方。这个项目经理王宇英介绍，审计人员要求南京智通向合同涉及的江苏智运、南京维环发出询证函，确认合同是否与电费相关。也就是说要发函问这个南京维环、南京智运因为付款给他们，让他们证明这个钱就付的就是电费。结果这2家公司均在询证函的信息证明处证明无误
这个地方盖上了公章，也就是他证明确实付的就是电费。那你想一想，甲方让你说什么，你还不觉得说什么，对吧？你要不那个证明这是电费，那你就别干了，对吧？他找借口把你换掉。那既然拿到了这个江苏知运、南京维环的这个信息证明无误啊，这种证明的这个叫询证函吧，那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就将合同金额计入审定价款，审定南京320工程第一个5年电费是955万元，同时在需关注事项及管理建议中点出电费和施工赔补均外包给其他单位，与外包单位所签合同确为基础施工合同，所开发票名称与实际核算费用支出不匹配，也就是这个审计机构在这儿留下了一个线索。也就是钱是能对上，但是这个钱双方说的是电费，但是实际上这个在财务凭证上开的发票等等都与实际不符。这个当时的这个审计人员叫王宇英他对调查人员说我们对电费情况是存疑的，所以在最终的报告中予以披露。南京维环和江苏知运有无实际产生电费，具体产生多少电费，我们也没有见底查证。正式报告出具前，钟新华事务所在南京市财政局向财政局、公安局、南京智通的代表汇报了审计情况。王云称对关注事项做了重点说明。他回忆，周维斌在现场对于电费的解释是沿线点位较多，取电在就近单位进行，无法单独提供发票，只能以工程类合同和发票予以冲抵。那这第一个5年这个800多万电费就到手了，对吧？实际用了130多万，但是他从政府那儿结出来是1000万。由于通过审计对吧？这事情没问题了，所以呢，第二个5年不仅照旧，而且还要变本加厉。在出具第一个5年审计报告时，钟新华事务所还测算了第二个5年，即2016年到2020年总维护成本为7420万元。王云解释其中电费测算主要沿用了天业咨询之前的测算，前5年电费审核认定是955万元，认为后5年是差不多的，仍然按1000万元列支。南京市财政局、公安局、南京智通三方将上述测算视为第二个5年运维费用预算，并依此推进合同签订。经过一系列程序，2017年11月，南京市公安局与超期服务近2年的南京智通签订了新的一份5年叫信息服务外包合同，合同金额7420.5万元。根据当时财政规定，一次服务外包合同签订期间最多为3年。南京市公安局后在2020年3月续签2019年至2020年的服务外包合同。2021年10月，南京320工程第二个5年审计任由钟新华事务所进行，那还是老人嘛，对吧？他们也了解的情况这个调查人员找到了周维斌制作的关于320项目预算费审计工作情况说明，记录了截至2020年8月底账面上体现的费用，以及如何在账面上完成预算的拟定方法以及相应风险。另有一份涉及15个事项的预算完成方案实施计划表，上有各项工作的完成时间及负责人等信息。具体操作，电费一项与第一个5年审计时类似。南京智通如法炮制，使用53份工程类合同对电费预算进行冲抵，共计950万元。与第一个5年周期审计仅仅通过非项目合同虚增电费一项不同，尝到了财政专项经费报销好处的诸位南京智通高管变本加厉，在第二个5年周期中，通过非项目合同甚至虚假合同虚增了更多费用，如租车费、易耗品费、备品备件费、网络安全费等。周维斌对部分虚构合同制定资金流向明细表，列出走账公司，并计算每笔资金流向中需扣除的13%的增值税、1%的营业税和3%的管理费。这些明细表当时经吴雷、朱祥三宝集团办公室主任蔡丽娟签字确认。如车辆成本和耗材上，南京智通分别支付225万元、252万元，经过多家公司最终回款198.5万元、229万元至南京智通。周维斌在情况说明中特别
提醒各位领导和同事，这2项风险主要是发生费用发票都在2020年度下半年完成。南京智通工程部员工对比审计清单向调查人员指出，工控机、球机、相机抓拍单元、补光灯、采购以及网络安全费用等问题，除一项是南京智通在其他项目采购外，其余均是通过南京智通代理叫三宝科技和其某家子公司原本合同，再由南京智通原价出售给原合同公司，共计1808万元。周维斌在情况说明中备注：备品备件费风险在于审计时是否会看到发票明细，网络安全费用风险在于审计现场查看设备时需要做好沟通工作。你看看啊，就是他这个骗取这个财政资金啊，这个一环套一环，这个资金的流向需要用合同，对吧，来这个支撑，然后还有发票。关键啊，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为了应对到时候的审计，所以他每一项有可能会出问题的点都要说清楚，这个到时候审计来了要怎么说，对吧？有什么问题？你看看啊，人家这个造假，对吧？在不打无准备之战，就是造假的时候就想好了，到时候要怎么说，对吧？这个问题在哪儿？风险已经列出来了，怎么样这个把这个审计糊弄过去？毕竟第一个5年审计，对吧？顺利通过嘛，就是走了个过程啊。虽然审计啊提出了这个疑问，但是在这个现场啊各种会议上，他随便一解释就过去了。所以有了第一次的经验，那第二次胆儿就更大呀。这个周维斌表示，在业务相似的其他公司采购流程中，增加一层项目公司作为代理中转，以获取项目预算的方式，在业内称为夹层，是行业潜规则。参与夹层的江苏智运采购负责人表示，之前三宝科技各下属公司之间也会获得银行贷款等便利，采取这种方式增加流水，就是各个子公司之间互相倒卖啊，就是我这儿，对吧？这个进的设备再卖给那个子公司，那个子公司再卖给那个公司，这样这个流水不就开始每个公司都有了吗？有了这些流水，就可以拿这个去银行去贷款。你看我们公司每年做设备，对吧？这个营业额是多少？它是为了银行贷款方面，跟那个做外贸公司是一样的啊，转圈。利用这一系列非项目合同和虚假合同，南京智通在第2个5年审计虚增950万余元电费支出，虚增2286万余元租车费、易耗品费、备品备件费、网络安全费等支出，合计3236万余元。检方最终认定南京智通在第2个5年审计骗取财政资金专项资金3182万余元。此次审计对南京智通上述虚增的费用基本予以认定。周维斌称，此次审计没有提供企业询证函，审计报告中披露了电费问题，但也认可了900多万元的电费。中新华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文国胜介绍，与上次审计流程类似，2021年12月，中新华事务所在南京市财政局向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南京智通汇报审计情况，因为有一笔420万元的升级改造增补合同纳入后总费用超支，市财政局要求核减，经各方协商核减后，最后与预算相差几万元，市财政局、公安局、南京智通都认可。中新华事务所即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审定2016年到2020年期间累计发生合同成本7417万元，节约预算3.28万元。也就是说审计部门审计报告做完之后，正式出具之前，还要这个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智通这3个单位一起，审计部门向他们汇报审计的情况，一致认可了，那这个正式的审计报告就出来了。那大家能一致认可，说明什么？说明这里面有蛀虫啊！南京智通，对吧？它是操盘的，市公安局、市财政局难道都傻吗？这个审计单位说了，这个电费是用别的票来顶的。我们用通俗的话说那这个市财政局他不问个为什么吗？所以作为一个每年上千万资金的项目，南京320工程在甲方警局内部滋养了丁瑞这样的蛀虫。事后就是案发以后根据丁瑞的供述，在南京市公安局内从立项至2015年9月，南京320工程由指挥中心管理，具体业务由关卡科负责。由于关卡科时任科长身体不好，实际工作由副科长丁瑞承担。2014年底，丁瑞晋升科长。2015年9月，市局机构改革，关卡科和交警支队公路科合并成立公路防控大队丁瑞调至公路防控大队，似随人走。南京320工程日常工作也一并转交。2017年，南京320工程相关
关工作转至科信处后，丁瑞不再参与。2013年3月，丁瑞还因320工程立2等功。在南京320工程建设期间，丁瑞曾出面与交警部门协调基站电源接入红绿灯灯箱事宜。起诉意见书认为，第一个5年审计中，丁瑞明知南京320工程电费支出远低于审计认定金额，既未按职责对于审计报告初稿认定的电费金额提出质疑，也未向市局分管领导报告，仍在审计结束后向市局向南京智通支付工程尾款及超预算经费。南京智通涉嫌骗取电费821万余元，这是第一个5年啊。丁瑞违规履职的行为导致国有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为这个项目就是他经手的，他知道这个很多电源是接入了那个红绿灯那个灯箱，那实际上就没有电费，是他去跟交警部门协商的，用了交警部门的电，也就是这部分电费是交警那边已经交过了，然后他们再从这个市财政那儿把这个钱给骗出来了。南京智通多名高管及丁瑞均承认，丁瑞曾多次在南京智通报销个人费用，南京智通也多次在节假日给丁瑞送礼。这里面还涉及了一个叫施工赔补费，这个施工赔补费啊，他们弄了这个一共是200多万现金，分给丁瑞这个警官啊80万元，常勇140万元，张良俊60万元。这个施工赔补费指工程建设中因破坏道路及绿植，需给有关部门缴纳的赔偿或者补偿。这个天业咨询在审计预算时，对施工赔补费按南京智通报送列支518个基站，共计600万元。当然了，这个600多万的啊，这个施工赔补费是虚增的，一样的啊，也骗过了监理公司，叫丹森顾问。那这个钱就被他们提出来之后啊，2014年3月、5月，王静分别取出80万元、100万元现金交给丁瑞和张良俊。丁瑞称，当时拿到80万元后，存放在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柜子中，后陆续存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这笔钱本来说好是给领导退休保障的，但他没有将钱给直属领导，时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指挥中心总指挥长，后者也不知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后来这个案发以后啊，这个丁瑞啊，他是以给领导要一笔退休保障80万，以后领导退休了，不能让领导太寒碜，这80万给他做退休保障的。但实际上呢，按照这个审讯的结果啊，这个丁瑞的时任领导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事，也没有拿到这钱，这个钱是在丁瑞自己账户里面。这个常勇称自己没有参与策划和谋划，但他提到有一回去南京市公安局时，丁瑞曾问他对施工赔补款有什么指示，他回复：我拿了一个，你也留一个，一个就是100万呢，我拿一个，你也留一个，其余的你们自己安排。这个南京市这个320工程啊，诈骗一样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群人呢，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预算和实际支出这个中间这漏洞啊，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用假合同、假发票、假业务、虚列，对吧？虚增开支，套取政府专项资金，内外勾结，对吧？如果说财政局或者公安局稍微把关严一点，他这没有办法套取这些钱呢。这个事情是从电费开始的，这帮人呢，第一个5年里面发现，既然电费可以套取，那其他的费用也可以套取啊，所以他们就虚增什么赔偿款、这个款那个款的，通过假合同从公安局下手，对吧？骗取政府的专项资金，10年啊，一共是4000万，对吧？这个案子说明什么呢？这个案子重点不在诈骗，这个案子重点就是咱们所谓的专项资金使用这个漏洞有多大，对吧？为什么很多人热衷搞这样的工程那样的工程？从这个预算到最后的审计，到中间的监理，对吧？各个环节实际上形同虚设，大家都是变通形式，对吧？这个世界就像一个草台班子，即便发现了问题，大家也都是睁一只眼闭着眼，没人认真负责啊。所以它整个的运维费用一小半，实际上被他们自己贪污了，对吧？这个案子所不同的是，甲方是公安局，对吧？他们向公安局下手，这个也够狠的。当然了，我们要相信啊，这个在众多的贪污这个案子里面，这个恐怕是一个小巫见大巫啊。我看他们整的也挺累的，10年才整4000多万，不算什么大案要案，他只是针对公安局，这个有点狠。这个警察丁瑞负责这么大一案子，这个工程啊，居然才贪80万，这说不过去啊，这简直是个好干部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